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太陽和北風》。太陽和北風在吵架，都說自己的本領大。這時候，走來了一個年輕人，穿了一件厚厚的風衣。太陽和北風打賭，誰能讓這年輕人把風衣脫下來，誰的本領就最大。北風說：這個很簡單，讓我來把他的風衣吹走。北風呼呼地吹，可是他越使勁吹，年輕人越是抓緊領口，裹緊衣服。北風吹累了，不屑地對太陽說：我就不信你能讓他把風衣脫下來。太陽笑嘻嘻地走過來，放出了強烈的陽光，照得大地暖洋洋的。不久，年輕人的額上流出了豆大的汗珠。太陽又繼續照了沒多久，年輕人就把風衣脫了下來。聽完呢個故事，你覺得邊個本領大啲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